大家好，我係阿路。今集我會直擊一下網絡 hater 嘅心理黑洞，會先用 Sunny 啦、JFFT 同埋煎皮嘅炎上事件做個例子，徹底咁拆解一下 hater 永遠都係 hater 呢一個現象。你諗下，可能你只係隨意喺網上面出咗個 post， 一班素未謀面嘅人咧就會不停咁追擊你嘅。點解佢哋會咁執着咧？呢條片我哋就會從心理嘅角度出發，一步一步咁帶你潛入 hater 個腦袋，揭露一下呢個仇恨點解咁難化解呢？如果你都曾經俾 hater 攻擊，又或者好奇點解佢哋會對某啲人特別憎恨嘅呢？呢個分析咧絕對可以幫到你解鎖到新嘅視角，甚至可以教你點樣去反擊或者自保。我哋準備進入呢個黑暗嘅世界。我哋先講一個經典嘅例子，就係阿豪 TV 嘅 Sunny 炎上事件啦。Sunny 同埋 Creamy 佢哋本來係香港嘅搞笑 YouTuber， 係以巨大化而聞名噶嘛，訂閱數咧一度係衝破咗50萬，當時咧氣勢都好好嘅，好景不常。嚟到2022年啦，佢哋因為賣 NFT 嘅事件同埋淘寶貨嘅事件就被嚴厲咁批評啦。首先簡單咁講下個背景啦。當時咧因為 NFT 盛行，咁咧好多YouTuber 咧都會出自己 NFT 嘅，但係可惜Sunny呢個 channel 咧好多咧都係一啲小朋友，即係未成年嘅人中意佢噶嘛。佢哋喺未夠成熟嘅狀態之下咧買咗佢哋 NFT， 咁好多人就批評佢哋咁樣係呃細路錢啦。而另一樣嘢咧就係佢哋不嬲都係標榜香港製造噶嘛，例如佢哋賣嘅周邊產品啊、年宵攤位嘅貨物啦。但後來咧俾人踢爆咗咧，原來都係淘寶貨、淘寶製造嘅。就係呢兩件事啦，令到佢哋嘅形象咧急速插水啊！訂閱數咧就好多人都紛紛掀起呢個咧退訂潮啦。咁而佢哋咧都作出咗一啲補償嘅。首先啦就係道歉啦，然後咧仲更加安排咗退款嘅。但係 hater 咧對於佢哋呢個做法咧唔單止唔賣帳，更加咧仲成立咗呢個黑粉群組啊，日日夜夜咁樣追擊佢哋。呢個咧其實唔係單一嘅事件嚟嘅。係 hater 心理活動嘅活生生嘅一個示範。點解佢哋會花咁多精神去做呢啲嘢呢？因為呢個現象正正就係心理學上面嘅敵對歸因偏差。根據心理學家嘅研究啦， hater 咧係傾向將目標每一個行為都解讀成為惡意嘅。你被憎恨嘅對象嘅每一句說話啦，甚至咧佢每一個微表情咧，你都覺得咧佢哋係衰嘅，係壞嘅，所有嘢都係想為自己洗底嘅，唔係想真心認錯嘅。譬如啦，Sunny咧，佢一解釋自己賣 NFT 嘅原因啦，hater 咧就會覺得，講咩啊？你都係呃錢啫嘛，講咁多做咩啫？佢哋道歉咧，又話佢哋做戲喎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喺大陸嘅社交互動裏邊就會偏向負面嘅，因為佢已經當咗你係敵人。當佢當你係敵人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同你產生成見。你試諗下。如果你喺街嗰度俾個人撞咗一下，而咁啱嗰係你討厭嘅人嘅話咧，你一定覺得係故意嘅，專登咁做嘅。但係如果嗰個係你朋友咧，你就會覺得都係唔小心啫。呢個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。而喺Sunny呢個事件上面咧，最有趣就係大部分嘅 hater 咧，可能根本都冇買過佢哋嘅產品嘅，根本就唔係真正嘅受害者。但係佢哋嘅仇恨咧，就好似病毒咁蔓延嘅。呢個可能又係心理學上面嘅情緒放大效應。認知心理學解釋啦，負面嘅情緒一旦被燃點咧，就會自我強化。即係話咧，當一個 hater 佢喺群組裏邊分享一個負面嘅 post 啦，而佢哋咧得到每一個 like、每一個點讚咧，其實就係鼓勵緊佢哋對於憎恨者嘅仇恨，好似火上加油咁樣樣。久而久之咧，變成咗一個惡性循環。加上啦，社交媒體演算法咧喺度推波助瀾啦，推更多類似咧仇恨嘅言論嘅內容啊，咁啲 hater 越睇就越嬲，結果咧就會形成一種叫做持久嘅怨恨，一種長期負面記憶嘅狀態。呢啲 hater 咧唔係為咗公道發聲，而係純粹係對人唔對事，攻擊嗰個人咧而忽略咗事實嘅全部。呢個咧就係完全受咗情感偏差所主導。所謂情感偏差，就係大腦咧會優先用情緒去判斷事情嘅對錯，而忽略咗咧嗰件事本身啊，究竟啱定係唔啱咧？咁喺Sunny呢件事情上面咧，可能你會話啦，咁佢真係做錯嘛，黑人真係應份㗎喎。咁你可以咁講，
咁所以我哋跟住咧就會講另外兩個例子。首先講下 JFFT 事件先。講佢哋之前咧就要講下，咁佢哋吸引力喺邊啊嘛。JFFT 咧出咗名咧就係做自己，佢哋嘅真實性咧就係佢哋最吸引嘅地方啊嘛。因為咧喺心理上面顯示，真實嘅表達自我咧係有助增加吸引力嘅，咁樣就會引發到一個叫做鏡像效應。觀眾咧係會無意識咁樣模仿佢哋嘅隨性嘅態度啦，覺得咧就好似自己嘅寫照。呢件事點樣驗上噶？就係阿藏哥啊，直播玩 Poker 嘅時候輸咗就即刻走人啊嘛。咁咧跟開嚟嘅 fans 咧就會覺得夠晒直率，不嬲都係咁噶啦。但係咧啲 hater 咧就會解讀成為咧不負責任喎。而啲 hater 之所以憎恨佢哋咧，其中一個原因啊就係呢種真實性挑戰咗佢哋嘅偏差，即係咩啊？佢哋唔想承認自己其實都係羨慕緊呢種自由。雞翼喺直播嘅時候都講過，直播咧佢哋唔當係一份工，係佢哋嘅嗜好，佢哋中意做就做，唔中意做就唔做。呢一樣嘢咧，正正就係 hater 所羨慕而又做唔到嘅嘢。但係偏偏咧呢種率性咧，又令到 JFFT 咁紅喎。咁呢一個矛盾咧，就喺 hater 心裏邊咧種下咗仇恨嘅種子啦。而 JFFT 咧，的確係 YouTube 界裏邊奇葩。我哋有機會真係要講下佢哋點解會紅。咁而家講住咁多先，我哋再講最後一個例子，就係煎皮嘅炎上事件啊。佢喺好短時間裏邊咧，就有兩件事被炎上啊嘛。第一件事咧，Tyson Yoshi 嘅響喉事件啦，就懷疑啊佢用暗黑操作啊，加埋另一個 KOL 一齊做戲啊嘛，互相指罵，然後和解啊嘛。咁咧，阿煎皮仔佢個直播裏邊咧，就有少少偏幫阿 Tyson 嘅嫌疑啦。因為咧，佢就冇將個主題咧係講咗喺究竟 Tyson Yoshi 呢件事上邊啊做得啱唔啱啊嘛，而係將個矛頭咧指向咗另一位 YouTuber 啊嘛。咁啲人就覺得咧佢有欠公道啦。第二件事咧就緊隨而嚟嘅咧就係貼姐爆煲啊嘛，佢就被觀眾激嬲咗啦，就怒屌觀眾20分鐘啦。咁呢兩件事咧就喺 hater 心目中咧就好似野火咁蔓延啊。咁我哋見到咧喺 comment 裏邊咧有啲都係比較持平嘅。咁佢哋覺得有咩問題咧？就係煎皮一般咧一向咧都係以一個中立型嘅 YouTuber 見稱噶嘛。咁一旦佢喺評論事件裏邊做唔到中立呢一點咧，就會令到佢哋忠實嘅觀眾咧反應就好大啊！呢個咧喺心理學上面嚟講咧，就係關於呢個中立嘅立場本身咧就係好難維持嘅，因為咧人啊係會有確認偏差，即係咩意思？人咧係傾向接受支持自己觀點嘅資訊，而忽略反對嘅意見嘅。例如啦，咁你支持 Tyson 嘅人幫住阿煎皮，覺得梗係冇問題啦，係嘛？咁係正常噶嘛。但係反對嘅人咧，反對 Tyson 嘅人咧，一定覺得你偏私、唔中立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咧，以標榜中立立場呢一個形象咧，本身就好難維持。正面意見嘅人咧，就唔支持你啦，因為你中立啊嘛，所謂嘅。而反對嘅人咧，又唔 buy 你喎，咁咧就會變成兩面不是人。本身你就係處於弱勢啦。咁所以 hater 咧就係見到呢一點啊，更加就可以踩到你兩腳。而 hater 咧正正就係可以利用煎皮以中立自居呢一個特質，佢本身係處於弱勢噶嘛，因為追一個中立嘅人而去攻擊佢偏幫 Tyson 呢一件事。而另一件事咧就係講緊阿貼姐發嬲事件啊嘛。咁我就覺得啦係有啲過火嘅，因為咧鬧少少係冇問題，keep 住鬧20分鐘咧其實係有啲誇張。但係咧，我哋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咧，又可以理解到呢樣嘢嘅喎。人咧係有內群偏差嘅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咧會偏幫你熟悉嘅群眾嘅。好簡單嘅經典例子啦，就係如果你自己個仔打咗人哋個仔，你一定第一句就話：唉，小朋友打下交啫，無傷大雅啦。如果調翻轉係你個仔俾人打咧，你肯定會追究到底。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好似貼姐事件咁樣啦，嗰個係阿煎皮個老婆嚟噶嘛，咁佢本身已經發緊嬲噶啦，你一定係想辦法去安撫佢嘅。咁但係無奈啦，呢個係直播嚟噶嘛，咁你就算發覺講下唔對路咯，咁你又可以點咧？所以煎皮喺呢件事件裏邊咧，就跌入咗心理學上面嘅情感依附啊，即係會偏幫自己人啊，而忽略咗
所謂嘅中立呢一個立場。而 hater 咧當然亦都係放大咗貼姐怒屌觀眾20分鐘呢一件事啦，係咪？所以總括嚟講啦，hater 咧就係會將憎恨嘅心理無限放大，然後忽略佢哋被憎恨一方嘅所有做得好嘅嘢，從憎恨對方啦，令到對方受到傷害而獲得快感。而最有趣嘅係咧，往往 hater 為咗發掘一啲黑材料啦，甚至係比 fans 咧係對嗰個人咧更加了解嘅喎。所以其實喺 hater 嘅心理上邊咧係極度矛盾嘅。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。如果大家都曾經遇過 hater 嘅經歷啦，可以 comment、like、share， 我會一一幫你哋拆解。我係對心理學有興趣嘅阿盧，如果中意我嘅影片，多謝下次捧場，拜拜。